新义宝岛开荒。民国35年冬，由圣老前人慈悲策划，派和老前人领队，悉同孙正阳、王春茂、马仲林、马典传师、张长江、张天才等人员，出林思地，人地生疏，言语隔阂，备尝艰辛。由一位日军的军夫张玉堂引进台南打同街、西街及台南仁爱街，租了一间2楼的房子，始于6月15日，在台南市成立纯阳潭，此为新义开到台湾之始。37年秋，和老前人同马仲林、王振铎由广州会合王文生，在其旧父处成立家庭式佛堂，并有若干人求道。和老前人率马仲林回天津请示诸事，不幸世职大考，天津所有前人及新义诸前人，一夜间全部落网。台湾方面自和老前人离开后，37年12月又有哈士孙正阳前人率李凤英、李凤兰2位抵台。和老前人在天津时，于危急万分中躲于吴家中，时有苏家屯余帮和坛主来天津业做新铁生意。和老前人及吴敬宇前人藏身2月余，外面风声日紧，满街捉拿盗徒大字报，一夜数惊。和前人所请示是又联络不上，差点落入大考中。幸有当时扫大门前嫌暗示，在惊涛骇浪中于38年正月初5日同离天津南下，沿途所闻所见，到处天道都遭大考，顶节殉道者实无法统计矣。民国38年8月，西天才葛景涛来台；9月，西同马仲林、王振铎前往广州开荒。佛堂福利，战事逼近，广州吃紧，不得已放弃广州，绿马王返回香港。找其之前在牡丹江之后学王文生，暂住其舅父家，设立佛堂办道，此为新义开香港之始。抵港后出居于王氏家庭佛堂，并伙同王振铎、王文生在他处另觅独立新职。稍后便于铜锣湾扎店房正式成立昭德坛。是年夏天因道务所需，
向湖南衡阳陈店选前人处，商界天才。于是王茂生天才若是只身来港，曾言势必送回衡阳。但39年195深圳封锁，国内更全面发生大考，王军天才欲归不得，因此便长期留港，成为新一开荒香港之一员了。39年时，师母大人平安抵港，是年冬下慈谕，令港澳地区全面止渡，并解散佛堂，以自力维持后天生活为首要。未来是再待慈谕，当时各单位领导唯有遵从，不敢稍违。和老前人在港一段艰辛段月，前后头尾共4年。初期是感肠胃不适，既致饮食不进，直略饮流直粥水，如此日益消瘦，见世人行，初命名中医丁纪万求治，其言汤药数剂服后，如稍见效有救，可再来，否则即属为症，准备后事可以。丁医生曾御满护兵，诊症如神，其言如是，直如热锅蚂蚁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于42年获当局批准，立刻乘船登城，临别依依，病后重生。抵台后不久到雾果大震，前人治港4年，历受痛苦。历受痛苦折磨考验，不退不馁，疾风险劲草，诚不虚也。因病治港期间，台湾道务由孙正阳前人领导，当时道务已红展各地矣。和老前人3度回台后，众望所归，继往开来领导下，道务发展更为神速。民国44年，分配后学门负责地区道务，计时单位。到民国60年间，道务已红遍台湾各地，各乡镇市到处佛堂林立，总数超过10000间，道亲数近100万，时先后已有20几个单位，分责各地道务。民国60年后，
应天时而推展道路于海外，于是开荒亚欧南北美各国，道物应运而生，一时弘展于世界各地，以应老前人弘万国九州之大愿，皆使老前人睿智领导有成。民国62年受师母老大人慈悲，在台北鼓楼联合宝坛跟他母亲结缘。那时有几位前人也在场。30年前老前人在东北牡丹江行道时，也曾与他母亲结过一次缘。当时他母亲只是一位高级亡灵，而现在他母亲受老前人大的智音，已成就为慧觉菩萨的果位。民国62年是台湾北部开坛的高峰，和老前人一声令下，南部很多单位都向北部踏出一大步。1月15日元宵由屏东单位开坛，6月15日由冈山单位开坛，8月15是凤山单位开坛，9月15是斗六单位开坛。65年开始，开荒国外，首向新加坡进军，继之马、非、泰诸国亦接连弘道，并东向日本、韩国，先后开荒成功，求道者无数。后因道场日益庞大，为便利当地发展起见，仍以孔孟圣道院之名向各当地政府注册。近年来更远至美、加等国，于洛杉矶成立庄严宏伟之孔孟圣道院。从此新亦成为道德复兴之先驱，而新亦一之独秀之名，便为其他各单位所公认了。一枝独秀的树枝的枝木字旁。民国67年初，和老前人与许多前人们前往美、加等地区开道，夏威夷、洛杉矶、纽约、华盛顿、芝加哥、旧金山、加拿大，于7月初到日本东京看到日本的道务蒸蒸日上，即受命2位日本典传师。民国67年，1978年，老前人率领了10多位前人前往新加坡。本来只有5个单位，到民国69年已达到20个单位。于是开始筹划孔孟圣道院，并在新加坡召开开荒人员之班会。世尊现身为圣道院，画了一幅南极仙翁及仙路图，并赐予孔孟圣道万国变、儒教复兴大同年的墨宝。民国72年巡视东南亚道务回台，
不幸跌倒伤脑致成半残之身，仍忍受生命之苦，巡视各地道物。当洛杉矶孔孟圣道院于77年春祭大典开坛之日，何老前人不辞7年久病之身，以83高龄，亲自出席典礼。在美滞留2旬余，事后归台，因往复长途劳顿，归后果真病情恶化，于6月初入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治疗，虽经中西。全力挽救，终归罔效，延至8月初7、9月17日上午11点50分，回天脚趾，享年83岁。老母赐封养明圣君、天道元的帝君一贯道。何老前人在台期间，道务共分31单位，既有高信、理化冈山、凤翔东宁、屏东高2、旗兴、南兴、府城、法南、麻豆、忠义、嘉义、新一、庙一、细罗、彰中、彰道、新德、新竹、竹北、大中、桃新、北县、北市、北1、北2、北3、基兴、龙兴、东兴、宜兰、长荣、长和。何老前人开台首位领命后学王前人，可谓品学兼优，德慧双全。不幸早逝，何老前人痛之曰：“此人归空若老母未封国位，我愿以开台之功德，求老母赐封国位。”后闻老母封赐子竹真君殊荣，此前人后学间情谊之深，可见一斑。以上，我辈不难了解，当时张老前人、邱老前人及其他同修前人们的心情。这是新义史上最悲壮、最惨烈的一页，新义后继者不可不知。
老年人搭飞机啊，会有时差，时差就会睡不着，身体机能会受影响，而且年纪那么大，容易造成那个走路危险呢、可能是中耳平衡功能会受影响，会容易跌倒。你看那个坐船坐久了，登陆到陆地上，走路都会不稳，容易好像快要跌倒呢。年轻人坐船，然后登上陆地以后，走路都会要有一段时间调节适应呢，不然走路就好像晃来晃去会跌倒这样不稳。那个耳朵要能够适应，要一段时间呢。中耳负责平衡，那大飞机回来的可能也是有时差的问题。时差就是台湾这边已经白天了，美国那边还是深夜。还是晚上，好像差了8个小时。那生理时钟啊，对了，生理时钟也会受到影响，睡可能是没有睡好，身体机能就受影响，循环气血循环不好的话，你看才会造成那个跌倒、受伤的危险，受伤的问题。老年人辛苦了，要注意时差，注意那个生理时钟的变化造成的身体机能的变化，走路要特别小心，不要跌倒。你看走进那个浴室也容易跌倒啊，走进浴室自己进去的也，或者是走楼梯下楼梯自己走的也都是危险的。没有想到了，就照顾就没有办法照顾得到啊。怎么会知道有时差的问题、生理时钟的问题？31个单位，全台应该31个单位，31位女士。你看这里有麻豆单位，然后后来90年代中华民国90年代兴建了义和圣堂，叫义和单位啊，义和圣堂单位，就是原先的麻豆单位啊。